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高雄市一个73岁老大人杀死一个71岁妇人郎，警方证实讲，做赢一个失踪3礼拜妇人郎甲嫌犯失踪的大嫂，嘛是受害者。受到寒流影响愈晚，天气愈冷，拜6礼拜温度上低。气象署嘛发布低温特报，新北市新竹县苗栗县出现6度以下的低温。美国24个共和党的联邦众议员今仔提出决议案，呼吁川普政府废除一中政策，恢复甲台湾正式外交关系。来看高雄市一个73岁老大人涉杀死一个失踪71岁的妇人郎哦，警方阁发现讲，做赢一个失踪3礼拜的妇人郎，甲嫌犯拢捌出现伫三民公园。监视器嘛发现讲，这个妇人郎哦，捌出入嫌犯的厝里，有可能是第2个受害者。上新的消息是，警方伫姓张的嫌犯的厝里，阁发现第3个女性的花，目前嘛扩大的追查，这个姓张的嫌犯伫早起11点已经被羁押了。1月17用到12点外，姓张的妇人郎对高雄捷运后夜站行到三民公园，这是监视器翕到伊失踪了后上尾出现的形影。加上伫1月27报失踪，2月初1人也是无转来，搁再报警察。会在张父返回到本市的左营区的富民街住家后，就没有见到张父，所以他的妹妹在2月1号再次报案紧急选取。2月初6，警察查到一件台人分尸案，73岁姓张的嫌犯涉嫌伫厝的甲71岁姓赵林的妇人郎杀死了后，甲尸体行现杀。但是我们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这个张嫌所说，有回避之嫌，所以我们就调阅监视器发现。这个死者并没有在30分钟之后离开，是进去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了。警察对照发现嫌犯徛家，那像验到第2个甲第3人的血，佮加上即马调监视器确认失踪的姓张的妇人人，捌去嫌犯引导，但找无人是互警察唔敢逮伊。本案已经采取真女的口腔的 DNA 检体送鉴识中心紧急比对。查某的有时啊来遮，查甫的拄拄会来出来。去到姓张嫌犯甲死者接触的公园附近打头讲，嫌犯甲死者有熟悉，佮有另外一个妇人人甲嫌犯嘛有来往，毋过无法度确认敢是姓张的妇人人。警察甲第2个人的血落去比对，即卖也无法度确认身份。来到姓张的妇人人所住的大楼，管委会讲捌透过其他管道斗找人，毋过无消息。姓张的妇人人生活是真正常，嘛会出去拜访朋友，其他的无方便讲。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上新的消息哦，警方已经证实讲，伫厝里发现第2组的花是做赢姓张的妇人人，第3组的花哦嘛确定讲是嫌犯的大嫂。这站高雄的分尸案哦，检警已经定调讲是连环杀人案，会继续来调查。再来看今仔开始又有一波寒流，各地天气愈暗会愈冷。拜6礼拜哦，温度会上低。气象署嘛发布低温特报，新北市、新竹县、有苗栗县有可能会出现6度以下的低温。今仔暗头开始，北部1000公尺以上的山区就可能会落雪，中部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哦，嘛有机会落雪。伫中部合欢山，今仔早起就已经有民众上山等要看雪咯。合欢山保岭早起天气回温，暗过山区温度依然正低，前一波即时也未引起，依然是一片白色相。未少游客上山赏雪，寒流搁要到位，有个下晡搁有一波车潮上山热雪。公路要提醒山区部分道路结冰，入山一定要加挂雪链，也要随时注意洪路的走线。市区部的雪没有融，武岭到东雪楼这一段，它路面是结冰的。拜五开始寒流落南。下晡开始，各地气温会明显变冷。桃园以北甲东半部地区、西半部山区也有短暂雨。拜6甲拜日是这波寒流影响上明显的时间，各地天气是非常寒冷。8号、9号低温的一个范围会比较广。那以北部来说的话，其实在这2天都是有机会在近山区出现大概是6度左右，那甚至可能是4度、5度的低温。气象署分析，这波寒流，中部3000公尺以上山区，七七尾暗开始到落雪机会，因为零度线位于海拔偏低，若是水汽甲温度条件配合，北部1000公尺以上山区，伫拜五入暝了后，要落雪机会。大屯山大概就是可以去感受到0点左右的温度，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看到一些结霜或是结冰。专家分析，过去5年，阳明山4摆落雪，拢多是中国华南云雨带水汽所接。不过，这摆寒流温度上低时阵，水汽可能有点无够，要看是不是会当配合。
虽然为今年1月底以来已经有连续3波的寒流，不过算来去未进入春天，都无明显冷空气落淡的出现。民众要搁伫顶半年赏识都要把握这个周末。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气象署发布低温特报，下晡开始寒流落南，台东县可能只有10度尔。环流讲影响到目前当要收成的大麦时期，农改场嘛呼吁农民过节远就要做好防护。台东县大麦湿丘建筑面积有2000多公顷，经过改良，1年上最当采收3届。即马当时结果采收期，采市北农下拍卖行情上悬每公斤113块，是高贵的水果。不过即马寒流要来啊，部分果实也搁伫咧果树顶，有农民已经赶紧采收已经熟的大粒果，若是细粒的，就用2烟炉啊甲套掉的，互湿丘会当保温。在寒流来之前，就是说做套袋、双层袋保暖的方式。农民讲，经过寒流已经造成部分湿丘果实出现闭果情形。台东县农改场表示，今年寒流的次数比过去几年有较接，这届寒流温度一定有10度左右，会影响台东县3天。建议农民架设热风网，风寒的面积大，嘛较有效果。1-2个礼拜要采收的果实啊，哈，那这个时候很容易遇到低温裂果，那这个时候利用遮风网来做处理，效果会比较好。农改场嘛提醒农民，除了风寒，嘛都爱注意炉啊爱套好预防雨水，避免湿冷的天气和大麦湿丘加速闭果。记者综合报道。那大 S 伫日本为着流感死亡，咱国内有一个20多岁职业军人，嘛因为无注流感疫苗，为着流感2天就过身咯。因为民众抢注疫苗公费的流感疫苗嘛已经要注了咯。行政院长邓英台表示讲，会搁加买10万剂，免费来提供65岁以上的老大人、佮幼囡仔等11类高风险的族群来注。诊所门口护理人员详细对资料，还佫有人专工请假走一抓。为8日开始，受到家人饲鱼丸熊熊过身的消息的影响，各地大概是小济要注流感疫苗。非常严重，所以就想来保护一下自己。有现货可以打的话，那就赶快打。自己诊所有在加订这个自费的流感疫苗，那也就是一到货就全部都被打光。诊所公费的疫苗早就去互注了了。还佫有80支自费的疫苗，嘛是2天内就注了啊。根据疾管署的统计，最近这2礼拜就新增加25例流感重症死亡的病例。云林县嘛公布今年1月份2个流感并发肺炎死亡的个案，其中一个20多岁职业军人，确诊 A 型的流感，过2天照电讲耳朵规个变白色的，过2天宣告死亡。采纳行政议会，卫福部提出紧急买10万剂公费的流感疫苗，行政院随同意。是紧急增购疫苗所需的预算。将预备内采购514秋冬流感疫苗，预算之内买疫苗是要争取时效，所以大家都在抢，争取解放上的相关预算里面抢进秋冬流感疫苗。这批10万剂的疫苗会提供予65岁以上的社会人、55岁以上的原住民、安养长照机构的对象，也佫有满6个月以上，也未读国校啊进前的幼囡仔，甲有新的人等等，11类原计划第1阶段的对象来做。行政院嘛强调讲，会请卫福部赶紧依法办理买流感疫苗的流程，照顾高风险族群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 AIT 证实讲，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伫今年1月2日落任咯。目前川普政府还未决定新的人选。另外，今仔有24个共和党的联邦众议员提出共同决议案，呼吁美国应该废除已经过时的一中政策，恢复甲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总统大清节去年12月出国访问，过境美国夏威夷的时阵，AIT 主席罗森伯格青山假当中，由 AIT 执行理事拿兴接待。罗森伯格伫交演顶悬用影片方式祝福，这也正做伊任内最后一摆出来。因为拿兴回应平面媒体证实，罗森伯格已经伫今年1月2日结束 AIT 主席任期。佮指出 ，AIT 主席经过 AIT 董事会任命，人选会由美国国务院推荐。Is test good? Yes, tastes very good. 罗森伯格无到2年的任期当中，至少访问台湾6摆，因为背景有真高的民主党色彩，而且是属于拜登政府政治任命，伫川普就任进前都被认为可能的契机。
川普政府是不是政治任命一个新的主席？目前总统也无清楚，华府也还未决定接任的人选。目前看起来，台湾议题优先顺序来讲，并不是一个很高的位置。日本首相石破马上就要去华府访问嘛，这可能会开启了一个川普可能要开始关注这个亚太地区的状况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可能是一个转捩点。川普主政之下，台美关系如何发展真受关注。不过，美国国会支持台湾的力头无减少。24个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最近提出共同决议案，呼吁美方废除过去一中政策，恢复甲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佮甲台湾谈判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佮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不过，这种的决议案无需要交予总统签署，所以也无法律效力。国会挺台湾的这个力道，我们必须要维持住。可是，我想我们可能必须要设法强化跟这个行政团队的关系。另外，南非政府高地汉南驻南非代表处要求在3月底进行签署首都的代志。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南非作为民主宪政国家，应该甲台湾徛做伙，佮保留台湾在普利托利亚的代表处，展现支持台湾的态度。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又搁有诈骗的新部署，刑事局的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对查发现讲，有诈骗集团假做是投顾的老师，甲民众操作投资的 App， 爱先甲现金欠伫内底，嘛已经有几十万、最几十个人受骗咯。警方嘛抓到18个嫌犯，查扣1100万。日前有数十位民众报案称遭假投顾老师和助理诱导下载操作投资 App， 获利想要提款时，App 账号就遭冻结停用，被害人才发现遭诈骗。群线追查发现，幕后上手为台东地区四海帮杨姓帮派分子，在群组内发号施令。警方表示讲，嫌犯透过手机设一个群组，叫车手户去收钱，佮互受害者有欠钱的证明。嘛已经抓到18个嫌犯，送高雄的桥头地检署侦办咯。再来看台湾国际反诈骗协会批评讲，台湾的诈骗集团有超过8成拢设伫境外，台湾政府拢当作无看到。警政署是发声明回应讲，相关的指控毋是事实。刑事局嘛强调讲，会继续透过甲第三国家的执法机关来合作，来抓诈骗集团。就是个诈骗剧本里面常见的手法。那其实我看起来，我坦白说，我觉得有点像。警察赶紧去银行甲民众口劝，都惊有人搁去互骗去。这款主动诈欺的现象，强要变做是警方的日常。国内诈欺的问题到今也真严重，有国际救援人士批评政府抓诈骗无作为，讲诈欺的主嫌有80%拢伫外国，官方查缉无咱无内，互台湾诈骗集团伫咧东南亚继续伫咧唱秋。我只干3年，我可以掌握到园区的细节、诈骗盘口的情况、人口买卖的情况一些资料，你要先去做啊！他们从3年前就跟你讲说，有一个跨部会的小组，根本没有人在干活，为什么？因为台湾政府设诈，实际上做事全部都会警察。台湾的诈欺犯秘伫外国来骗咱国的民众，唔但讲骗钱，搁做人口的买卖，一再甲台湾人骗出国。台湾国际反诈骗协会讲，行政院成立的打击诈欺指挥中心，虽然已经整合下部会，共同协助抓诈骗，不过实际上的运作根本就无效果。只要拄到相关的案件，各部会都会提责任。我们国家的这些处境啊，国际的处境是比较跟其他国家是比较不一样，所以呢，在有关打击境外的犯罪的部分呢，并不是说我们不去做，而是说对于这些合作的对象的部分，我们会谨慎的去跟他们做接洽。警政署发声明回应讲，咱国警方伫境外电信诈欺，并不是无积极来参与，相关的内容甲实际上有偏差。刑事局佫讲，台湾的国际处境较特殊，抓境外犯罪都要佫较谨慎。面对无友善的国家，嘛持续甲第三国执法的机关合作，共同展开查缉。公视新闻台北报道。再来看台中市最近3礼拜就发生4件汽车互偷牵的案件，这4件拢是驶车的人临时停车去买物件，车无锁，就互歹徒驶走。警方调上百支的监视器，发现讲嫌犯拢是同款一个48岁姓肖的查甫人，会来抓人移送法办。
白色轿车伫咧桥上头前临时停车，驾驶落车买物件无熄火也无锁门。过无偌久，对面行来一名男子，伫咧轿车附近坐一人，确定车顶无人了，开门上车，还阁将车开走。犯案的过程拢去监视器翕落来。这地点就伫咧台中市东区公园东路，当地是一栋商办大楼，附近的民众讲，确实有贪图方便的驾驶人。常听到报道有说这种案件发生这样子，所以我一定会上锁。对，有时候就是为了贪图方便。对，他可能觉得我很短的时间就会结束购买的行为了。对，但是我觉得你自己还是要先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嘛。台中警方最近3礼拜陆续接到4件汽车窃案，调阅监视器发现，犯案的拢是48岁萧姓男子。伊的米伫咧桥上、包仔店、自助餐厅店门口附近来观察，等机会来偷车，将车内财物摕走了后，就将车辆等伫咧路边。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过滤上百支监视器镜头，锁定小男。我们警方接获报案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路口监视器。那我们最后锁定萧显涉案，全案讯后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来侦办。小男去用了了坦承犯案，警方以涉犯窃盗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而且呼吁民众车辆临时停车一定要熄火锁门。贵重的物品唔通放伫咧车内，避免歹徒烧伤造成损失。公视新闻台中报道。来看2025年台湾灯会浪高档，今年又搁办伫桃园。这届灯会是以宝可梦做主题，打造全球上大的卡比兽的会场，搁有一座6公尺高的皮卡丘的会场，咱做伙来欣赏。12公尺高、全球上大的卡比兽都倒伫桃园青灯园草埔，还有6公尺高的皮卡丘都收在展顶。台湾灯会也无正式开始，就先造成轰动，吸引真侪民众来翕相，也有打卡。看到这么大的卡比兽，感觉怎么样？很开心，这里还有皮卡丘。我们的宝可梦家族已经到了我们的新桃园现场，还可以在我们整个光的游戏场灯区找到像是马戏团的表演啦，还有我们可以互动的这些灯组啦。2025台湾灯会伫桃园初七开始到这次兴奋，今年用公主千长串桃园做主题，特别规划真侪主题店区，打造亲子游乐园概念，12到23正式营运，安算一定吸引真侪民众。公视新闻桃园报道。今年办伫桃园的台湾灯会环保局嘛，利用人工智慧要来监控环境的卫生。灯区的附近会有设 AI 的摄影机，那侦测到讲有民众塞车，还是桥倒摆乌白蛋粪扫会利用科技执法来开单。一个民众趁灯会起过进前先来翕会场。2025年台湾灯会办伫咧桃园市，主要店区伫咧 A18桃园高铁站，另外伫咧 A19桃园体育园区站有规划光的游戏场。光的游戏场自2月初7开始试营运。桃园市环保局表示，因为灯会定有乌白蛋粪扫的问题，所以在会场附近有装 AI 摄影机。那侦测到民众塞车还是骑机车乱蛋粪扫，就会开罚。民众嘛肯定运用科技处理，表示除了维护环境卫生，嘛通分担稽查人员的工课。我觉得还不错，因为至少可以让这个市容变得比较整齐一点点，然后也避免民众可以这样乱丢垃圾这样。我觉得开罚是有效的，就是要维护环境的话，就不要乱丢垃圾。另外，环保局嘛出动稽查人员骑机车巡逻，车顶拢有摄影机随时记录违规影像。环保局提醒民众，若是乱弹粪扫，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罚清2至6千。为着配合初7开始试营运，到2月12开幕以后的交通环境，交通局表示，自初7开始，桃园捷运 A19站附近的灯会区有交通管制。有周边的文德路、民权路、公园路的一些部分路段会做时段性的行人徒步区的管制。这边到周四的管制时段是从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11点。那周五到周日以及2月12号的开灯日，则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的11点。交通局表示，因为电区4周停车空间有限，所以除了交通管制，也有规划免费的交通车。自2月11至23有提供服务，拢总是有5条路线。交通局嘛建议民众相关的交通资讯，通伫咧台湾灯会的网站先查好清楚，避免交通混乱。记者卢尚如、郑准佑桃园报道。再来看台北定制上海商定团文化交流8档来哦，逐档拢有安排。今年第2团本地是声称讲2月11要来台湾，也毋过目前这案互陆委会退行。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遗憾，陆委会是指出讲，因为因申请的行程，佮包括旅游观光的采线，所以先交予负责观光的代理会、海理会先沟通哦，才过来送件。台北电节台北市政府依照多年来惯例，邀请上海赏灯团来台湾。2年前第一团上海代办主任金梅等13人团，因为送件时间伤赶，未赴审查，无缘定节了后，第二团由上海市文理局副局长金雷带队的7人团，本来申请2月11到台湾，嘛确定予陆委会驳回申请。我们非常遗憾，今年确实打破了行之多年的惯例。我一直强调，两岸关系越紧张，越需要沟通跟交流，所以路应该越走越多，越走越宽，开大门走大路。进前维持8年的台北电节上海赏灯团文化交流的惯例，今年陆委会宣布驳回上海市政府官方专辑来台湾交流，敢若剩由灯艺师、旅游业者所组成的第3团14人团。一定2月13到台湾。另外，外界嘛伫关心福建上海团客来台湾旅游的进度。我们目前就是所谓的参访团，还是都照旧原来的，但是采线团的部分，我们还是希望透过观光小两会，我们已经有释出跟海旅会做联系，不过目前他还没有回应。陆委会指出，经过政府整体评估，现阶段无要同意上海市文理局团来台湾，并表示这个团来台湾的行程部分牵涉到旅游观光试行，应该由观光小两会沟通了后，再个申请来台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海基会创会董事长高政府的夫人高严德芬初时过身，食到105岁。海基会董事长吴鸿山甲秘书长罗文嘉早起嘛去念香来表示敬意。吴振武先生是我们海基会的首任董事长，功在国家。那么吴夫人呢，都一直陪着他先生去做两岸交流对话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他很了不起。外界嘛关心讲，对华海协会敢会派人来念香咧？罗文嘉是表示讲，目前是无收到请求。吴鸿山嘛表示讲，若有消息会主动来公布。再来看美国国务院初5宣布讲，美国政府的专家通过巴拿马运河唔免搁收费。也毋过，巴拿马的总统昨是公开否认，嘛批评讲美国国务院讲白贼。巴拿马的总统嘛讲已经通知北京政府，巴拿马会来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基础建设的计划。就伫美国国务卿鲁比欧初2访问巴拿马了后，国务院初5宣布，巴拿马政府已经同意美国政府的船通过巴拿马运河唔免收通行费。国务院指出，安尼做予美国当年省几600万美金。不过，巴拿马总统穆尼诺初6公开否认，佮批评建立伫错误消息的基础，这种外交关系无法度讨论。No me gustó, pero me apena decir que tengo que rechazar ese comunicado del Departamento de Estado.Porque está basado sobre una falsedad y así, por lo menos en mi librito, no se manejan las relaciones bilaterales de dos países amigos y socios a través de la historia.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嘛发声明，否认有取消美国通行费的措施，甲美国国务院的讲法无同。随上进前26年，美国政府为着军舰甲潜水艇通行，支付差不多2540万美金，平均当年较无100万美金。巴拿马是鲁比欧访问中南美洲行程的第一站。伫甲穆尼诺会面了后，双方紧张的关系本来已经缓和。当地多明尼加访问的鲁比欧初6强调，美国要保护巴拿马运河所爱付费，这种做法实在伤害。The United States has a treaty obligation to protect the Panama Canal if it comes under attack. That treaty obligation would have to be enforced by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ularly the U.S. Navy. I find it absurd that we would have to pay fees to transit a zone that we are obligated to protect in a time of conflict.华尔街日报引述知影消息人士的报道，伫关门会谈的时阵，美巴双方同意针对这个议题进行讨论，不过也未正式达成协议。美方安尼做是想要逼巴拿马爱照做。
Leaders and officials all around the world who have doubted, I suppose, the deal-making ability of President Trump. You heard the Panama leader saying that he would not agree to some of the concessions that he has now made because of Secretary Rubio's visit. You had the Colombian president saying he wouldn't accept flights of Colombian illegal nationals who have entered into our country illegally, and those flights are underway. So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本来传出美国总统川普要伫当地时间星期下晡甲穆尼诺的通电话讨论巴拿马运河议题，不过到即马还未确认。另外，进前卢比欧访问期间，巴拿马宣布未过续签中国“一带一路”基础建设计划备忘录。穆尼诺初6时证实，已经正式通知北京，巴拿马会提出“一带一路”的计划，搁伫90天后有效。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美国总统川普上任短短2礼拜，美国已经有真侪示威抗议，民众不满川普打压非法移民甲跨性别者，搁要强迫巴勒斯坦的人离开加沙走廊。因批评讲，川普嘛发布真侪正含的行政命令，是互民主倒退路。Trans kids are under attack. What do we do? 纽约市政厅公5号组织100多人响应网络发起的 #建立抵抗势力加 #505抗议，也就是代表50州50场示威同一天的反抗运动，是为第16任总统林肯盖茨堡宣言的名言。美国是民有、民治、民享国家，互示威者改造川普拥有马斯克弟弟有钱人享受的标语牌，扣洗这个世面。Look at what Elon Musk is doing in the Treasury right now. It's a complete coup by a handful of people who are not elected. Nobody voted for these people. They're subverting our democracy. 加州、德州、明尼苏达、密西根、威斯康辛、印第安纳、阿拉巴马这些所在，即间拢有规模无共的街头示威进场，理由为打压非法移民、限缩跨性别者权益，到强迫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走廊等。示威人士批评川普所颁布的一系列行政命令是伫行倒退。另外，川普初5就伫一大阵女运动选手做阵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生理男性的跨性别选手参加女性的运动比赛。With this executive order, the war on women's sports is over. 川普表示，这项行政命令有效结束所有伫公立中小学甲大学等对女性运动选手的欺负，来做允准跨性别者参加女子的运动队伍，也是进入换衫间可能会失去联邦经费。佮要求国土安全部爱照办，无发放签证予同款背景的国际运动员来美国参加比赛。出名的前职业自单车赛选手，捌伫国际奥会成功捍卫跨性别运动员权利的克里斯汀·沃利，伊讲川普所提出的理由甲数字根本无正确。Today is another example, at the highest level in seat and position power in the world, watching the new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rticulate complete, utter nonsense and doing complete harm to the most vulnerable communities in his own society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ill have generational harm. 另外一方面，伫阿拉巴马州州长凯伊初时就签署法案，呼应川普敢若承认男女2种性别的主张。伫华盛顿州了后，马里兰州联邦法官初5嘛以违宪的理由停止川普取消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日本里美的一帮名车大股商平之前的翻译水源一平，因为偷摕大股1700万的美金，差不多是代表5亿6千多万，去行盗销。昨午法院是判伊4当9个月有期徒刑，嘛会行犯罪所得。伊互关出来了后，嘛有可能会互赶出美国。大谷翔平会将日本通译水源一平车拉到洛杉矶法院，互大庭记者包围，用日文甲英文问伊问题。水源行真紧，拢无讲话。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水源出庭的时阵，双手相踏放伫脚头屋。伫法官宣读判决的时阵，一直看头前，拢无震动。宣判进前，以为家己的行为毁失礼，表示知影毁失礼无法度弥补家己所犯的罪行。这个错误会影响家己的下半世人，已经准备好接受后果。根据认罪协议，水源承认伫2年半期间，20多家假造大股敲电话予银行，诈欺偷用资金来行缴销。洛杉矶法院
判伊必须入狱服刑57个月，也就是4年9个月，搁加3年保护管束，搁下令伊爱刑大股1700万美金，相当是台票5.6亿，搁支付国税局100万美金，差不多将近3300万台票。日本籍的伊伫服刑期满了后，也有可能会互赶出境。代理联邦检察官麦克纳利表示，虽然有真特别的信任地位，这互伊有权力、名声，也甲真好的薪水。不幸是水源利用这个真好的工作，为伊的朋友弟弟的手头偷摕几百万美金。所讲的朋友弟弟都是大谷翔平，水源是2018年开始担任伫美国职棒拍球的大谷做通译。去年伊因为媒体报道牵涉到跋筊，才互人开除。进一步引起少年所的调查，发现伊为大谷这边偷摕钱去行缴销，伫税务的记录伊个讲白贼来暗砍家己的行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再来看法国政府初5的国会无信任投票是防好决，所以2025年年度的预算案总算通过了。法国是世界上上大的经济体之一咯，政治的纷争目前暂时冻点。Scrutin. Majorité requise pour l'adoption de la motion de censure sur la majorité absolue des membres composant l'Assemblée 289. Pour l'adoption, 128. La majorité requise n'étant pas atteinte, la motion de censure n'est pas adoptée. En conséquence, les conclusions de la commission mixte paritaire sur le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pour 2025 sont considérées comme adoptées. 法国总理被何暂时延后参选，后边可能面临更加侪国民联盟甲社会党支持无信任投票动机。Notre intention est que ce budget, l'année prochaine, si nous arrivons à remplir les objectifs que nous nous sommes fixés, ce budget ne soit pas le même. Et donc ce budget est une étape d'urgence. Le budget que nous allons adopter aujourd'hui, je le crois, est une étape. C'est même le début du commencement du travail que nous avons à faire. Le gouvernement, naturellement, y participera. 法国2025年有算案国会下关，唔但引起几啊个国政坛动乱，也造成政府崩盘。总统马克宏找中间派老将白河政府的国会唔是多数。一礼拜进行运用特殊宪法权利伫下院用无经过投票方式强行推动预算案，引起2摆无信任投票。极左派不区法国提出动议，反对党自由派国民联盟甲社会党宣布支持预算案，暗过也无支持无信任投票。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有民进党的立委指控讲，甲民众党立委吴春霞有关系的公司，计强摕到政府11亿的标案，无利益回避。台北地检署经过侦办咯，吴春霞今仔嘛发出3点的声明，强调讲伊有信心接受检验。废恶法还青年世代正义。民众党立委吴春成推动总世代政策甲产业发展促进法，法人这期无利益回避。那民进党团亚出叶太太挂名负责的2间公司，都提早接管数超过25块的标案，金额超过11亿。台北地检署也经分他几案来调查。吴春成过去的公司，他的亲属都在他所有的协会或者是公司之中，但是过去5、6、7、8、9社会企业也是他的关系企业，竟然还是申请了这个商标。那他的说法是应该要来杜绝其他不孝的使用，可是这个不孝的使用、不适合的使用如何认定，也是他或他的亲属来认定。在过去这1整年当中，相关公务人员还有相关法规范，其实都写得非常的清楚。你本人还有你的配偶，还有2等亲以内的相关人员，作为相关标案的采购内容、相关人员的时候，其实你都没有利益回避。还有，我们其实后续有看到一些资料。他们在做相关标案的时候，甚至可能没有揭露身份，这个部分的资料我们也还在继续追查。吴春成透过3点声明，表示愿意接受检验，而且绝对有信心接受检验。佢强调，做立委进前经营企业30年，所有财产依法纳税、依法申报。也讲到总世代商标是4年前的产物，商标专利已经声明放弃。是他愿意，但是什么时候要放弃？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部分，他应该要来回答的。那同时
即便是放弃了壮世代的商标，那它指的到底是什么？因为它前面有提到是，如果未来做公益使用，它不会来做相关的费用的收取。是在法案如果是对人民有好处的，我们会继续支持。但是如果这里面有任何的政党或者任何的个人从中图利的话，我们也会尊重就是司法该办就办。时代力量呼吁民众联署废止这个恶法，行青年政治。国民党是强调尊重司法调查，不过希望好的法案仍然继续支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宜兰县作为乡大河滨区试验场，一档会提供1000万的经费，予乡公所来当作补偿。也毋过最近修法要求讲，爱分300万，予头城区议会来使用，予作为乡的乡长是真不满哦。伊嘛向国军要来提出抗议。头城上海岸的船只023年被怀疑是因为大河滨区试验场试射炮拍到，才予船顶围拿破一个坑。不过国军调查了后认为，原因技术是水漏查甲炮无关系。不过事件了后，当地渔民对滨区试验场的火炮试射有安全记录，这几年一直争取回归补助。这损失是蛮重的因为就是讲做伊咧试炮的是，迄鱼群嘛拢会走去。过来是讲，咱渔民在海上作业时，那时候也都会有危险。渔民认为，冰市场火炮试射会影响渔民作业，一定定团做渔民伫海内高调被报单，有安全记录。而且每一摆火炮试射，渔民拢会配合，所无看到国军回归。国军甲协会参详了后，决定修正国军训场无任工作要点，将每年补助总为乡公所1000万无任经费，分300万予头城区议会，所引起总为乡的反弹。我们现在也在拟一个类似抗议函要先给他们做一个反应，让他们知道说地方上这个对这个事情非常不能接受。总为乡长指出，国军修改要点事前无甲地方充分沟通，伊无反对国军补助议会，不过应该另外编预算，不应该透过减少原本每年予总会乡的补偿来分予议会，总会乡民无法度接受，已经向军方抗议。不过到今麦为止，还未摕到国防部的回应。公视新闻宜兰报道。咱的邦交国比如共和国，今仔早起甲国内业者签署合作备忘录，要来推动比如零碳排的基础设施哦，望讲会当来帮助比如提升能源的自给率，发展绿色产业。伫内政部佮外交部官员见证之下，保留国务部长等官员甲台湾业者共同签署台博合作基础设施净零方案、绿电佮碳权的合作备忘录。双方会来实质推动净零方案，像导入彩绘光电的技术，予建筑物外墙采用特殊的光电导站技术，甲建筑的入面转化成高效能的发电系统，让城市及建筑发电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方，让每一栋高楼大厦也能够成为再生能源的一部分。双方官员就徛伫内政部建研所材料实验中心彩绘光电外墙来合影。除了彩绘光电，另外佮计划要推动低碳带商佮交通设施建设、碳权开发等项目，希望提升保留能源自给率、发展绿色产业等等。保留官员嘛表示，面对着气候挑战，这项合作案嘛是对未来世代的承诺。Today's collaboration is more than a technological exchange. It is a commitment to future generations. 双方嘛根据巴黎协定的市场机制合作来开发碳权，希望吸引国际资金的投入，促进绿能设施佮低碳产业开发，来创造就业机会，嘛要来拼成为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迁的示范。公视新闻林建伟配合做台报报道。今年元宵节，高雄的义兴堂关帝庙打造一只20栋的牛王，昨暗嘛办祈福示警哦，大约有1500个民众做回来游龟王求平安，现场是真热闹，那么做回来斗热闹。这大人囡仔，大家手画伫大扫顶悬，要做伙将这只20栋重的大牛王游登去庙里。这是高雄义兴堂关帝庙的游牛王祈福活动，现场来了济乡亲排队游牛，有传统的锣鼓赛阵亮阵，嘛有学生囡仔会酒鼓，佮有人是穿上红衫来参加。和这场祈福活动是闹热气场，袂输是嘉年华会同款。这祈福吼，有安尼正能量，后这正心正念来互灌互这只大牛王呢。然后来 Q，
你救你就正能量，互伊会当增加更较侪即个福气，或者半地人会当翻身。对初7开始到13，除了答案有2场有句王祈福以外，庙里也有跋筊的活动。庙方讲，以前跋筊王是跋归家的，所以拢是好野人咧跋。后来才改做跋筊王的帽仔，互更较侪人来得到福气。另外，今年旧新的白米总共3600包，伫元宵过后，拢会分送给弱势家庭。6、7年了，每一次都2、3只啊。你大概拢跋2、3只啊？拢2只啊。为什么会想讲要来跋筊啊？就有感应到。囡仔拢喺外口上班，嘿，然后厝里阁有做生意，想讲求一个迄个顺利安尼。除了闹热的跋筊有句王活动，庙方今年同款有做 LED 的灯火，要送给民众结缘。而且到旧历16进前，庙里逐天中昼甲暗时也拢会传1000粒的便当来发放给弱势民众，和传统文化加一份温暖。记者柯家珠、柯昭雄高雄采访报道。花莲台东因为去年4月初3大电动又搁互风台扫过，当地观光旅游业是真惨。交通部观光署嘛翕影片要来斗行销，目前观光巴士冇优惠。观光署嘛表示讲，会搁透过演唱会、音乐会等活动来吸观光客。我则伫金黄色的稻田中拍开双手，体会风甲地外的流动，嘛通看到花东美丽自然环境。这是交通部观光署为着要振兴花莲的观光，特别翕的国际旅游影片 Eastern Flow， 以流动做概念，希望民众来到花东享受山海的流动，放轻松，走出自我。其实我去花东很多次，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边的一种流动感。我们是要强调那种流动跟连结，除了情感的连结，还有这自由的一个空气跟这个人的一个联系跟交流。花莲甲台东因为去年4月初3大地震，佮有后续风台影响，观光产业严重损动。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东管处113年游客量大约202万3000外人，比112年306万8000外人是减少34%左右。交通部观光署也表示，虽然2025年无花东的国民旅游补助，不过观光巴士依然有提供优惠。那么其他地方在观巴的部分是买2送1，但是我们在花莲有特别优惠，所以我们在1月到5月18号是1折，那5月19号开始到10月31号是3折。另外，观光署嘛建议民众会当加运用代替，嘛表示未来会透过办演唱会、音乐会等等的活动来吸引旅客到花东旅游。东管处嘛建议民众在规划行程的时，会当透过东海岸行动旅服网，通查到当地交通甲天气，希望让民众安心佚佗，到庭体验花东多元的生活甲文化。记者中嘉嘅谢桂玲台北报道。再来看台南在过年期间，在河路广场运河的边有设一个水上的艺术品鱼头滚，也毋过有真侪民众是反映讲附近真臭。台南市水利局嘛表示讲，未来因安平净水厂放流的水来遮，互运河的水域会当流动来改善臭味。美丽河景加上水面上的装置艺术鱼头滚，台南运河伫咧新城期间，请真侪游客来遮翕相，成做上热门的景点之一。不过，真可惜的是，这水较落，翕相地点的运河段佫有臭味。不是很好闻，但是还是轻微的，不是很严重。OK， 就鱼腥味吧。那臭味的意思就是代表那个河段缺氧啊，氧气不足啊，使得那个硫化氢气体溢散出来啊，反过来其实是很讽刺啊。台南市水利局表示，这个地点先天不足。未来希望会当甲安平净水厂大管线接来到遮，甲部分处理过要放去海洋的水放流来遮，增加河水流动，改善臭味的问题。将我们的安平水资源回收中心处理完干净的水，引到我们的盲段，让盲段的溶氧跟它的流速来增加，来改善盲段的问题。水利局强调讲，安平的下水道接供率超过95%，民生的污水拢砸去安平净水厂，运河已经无污染的问题。因若这个河段色水看起来较落较深，甲边仔的大楼有关系，因为这日头照袂到，水的色池就会较深。未来嘛用真侪方式，互运河水质更较清、更较水，省更较侪观光客来游运河。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这几档有真侪进口蚵仔会加做是台湾本产的蚵仔来卖。渔业署除了推动产销履历，嘛拍算要对源头来管理，嘛已经伫婚林嘉义来开说明会，初步是有5-6间业者要来试办。伫咧婚林沿海有真侪渔民咧饲蚵仔，不过最近天气影响、养殖的环境变动等因素，蚵仔产量是一直咧减。市场上嘛有进口蚵仔咧竞争。农业部除了推动产销履历以外，嘛按算互大盘买卖，加入源头管理。那些科农在我们地产地销或是我们这些小农的时候，我们去做溯源的标示，这可以很清楚去做到。但是如果我们交给盘商去卖的时候，我们提供了溯源标章，它有没有真的？今天用我的科，它贴，我们没办法去追查到这一块。所以，而且盘商他同一天是收过很多科农的科。有在地饲蚵仔渔民就讲，政府是好意要保护蚵仔产业，不过这阵蚵仔咧卖，大多数拢是交予大盘，才会卖去餐厅甲小摊。要安怎对源头来管理，可能也是有真侪问题要考虑。农业处是表示，已经有业者准备加入。云林县政府与农业部渔业署合作，除了推动生产者的产销履历外，我们近年也跟渔业署合作，贩售商的 QR Code 溯源的标章。那这部分目前云林县已经有5到6家的业者准备加入这个部分。农业处表示，去年风台影响，本土蚵仔产量大约减2成，因为进口的甲相关加工品的数量唔能到7000吨创纪录，计销阁拍价比本土的较低。为了避免进口的加本土的咧卖，今年的生气办大盘换运源头管理，等若正式上路，无加入就受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体育署今年会升格做体育部，今仔就有立委开公听会，希望讲体育部会当来成立运动文化资源司，来负责推广运动文化，利用影片还是讲出版品来提升咱国内的运动的风气。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队夺冠军，台湾民众对体育比赛的关心度大大增加。政府今年按算要正式成立体育部，有立委召开公听会，希望推动伫部内底成立运动文化资源司，负责推动台湾的运动文化。有学者认为，台湾的运动文化大多数拢是咧关心出名的选手甲运动，较小型的运动议题所无人关注。体育署已经有编列了相关的一些经费来做了，但是在做的时候呢，它还是比较是局限于在比较是精英主义、英雄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收集的方式来做。那可是呢，你怎么样在做更多的一些推广，让人民更有感？学者认为，透过建立运动文化资源司，会当由中央集中资源，推动带动运动文化的影视音作品，来提高民众运动的风气。也有产业界代表认为，会当由中央出版体育专门的出版品，包括我们运动部啊，或者是目前的体育署，是不是有属于我们台湾的运动的出版品、运动的刊物？在未来的运动部里面，是不是专责的单位？确实要让这些，就是说未来的一些政策在落地，要让民众有感。体育署代表也有出席公听会，讲会把意见早登去讨论。未来伫咨询会议的时，也会邀请各专家学者详细讨论规划。学者认为，透过推动运动文化，通带动运动风气，就通让国民更加健康。记者郭文林、玉凯台北报道。国家发展委员会预估，2025年台湾5个人都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老人的人口是超过2成，正做是超高龄的社会。为着要推动长照，台北市教育局是以产学合作，提出高中长照人才培育奖助计划，会当来保障学生的就业。奶奶你好，我是你的照顾服务员连淑英。黄开家少年在应付基本的照护技能，台北市技术性高中长照人才培育奖助计划学生自身展现学的物件。根据国家发展委员会推估，2025年台湾每5个人都有一个人是老大人，老年人口会超过2成，加做超高龄社会。安内解决长照人才这么大的缺口，台北市教育局力推长照高中长照人才培育奖助计划，希望赶紧补足人力的缺口。面对这么好的条件，我会想申请，因为大部分家庭状况都没有很好，我会想去大医院工作，帮助更多的弱势家庭还有长者。这是一个力量的加入，会让我们在长照床的运用上面呢更加的顺利。未来我们台北市民长期照护这方面，住行长照机构这方面会有很大的一个注意。
产学合作模式毕业了后，用直接保障就业，也确保长照人力资源稳定增加。联合病院各提供在职进修机会，毕业生未来应调向各项管理师、医护相关专业或者是医疗器材产业来发展，结合智慧科技，开创长照医疗器材创新应用，拓展专业发展的多元可能。每学年是减免学杂费3万块，跟联医的合作，提供每人每学期奖学金新台币6万元，3年就是拿到36万，20个名额，所以最高是720万，年薪大概是45万到50万，而且还不含奖金或者是夜班费。目前台北市间的2间高中职、台南中和甲交地高职有照护服务区，总人数间的174个。教育局发出年薪上悬50万，合作费减免，来吸引更较侪少年学生愿意投入长照产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73间的高中职有6成1有设性别友善的便所，教育局是希望讲3档内一校拢至少有1间哦。也毋过有性别友善的团体调查是发现讲，有超过8成内的性别友善的便所，只是伫本地无障碍便所，佮加一块性别友善便所的牌仔尔。伫无障碍便所外口的牌仔，佮加挂一个性别友善的牌仔，就变做高中校园的性别友善便所。有民间团体调查台北市11间的学校，拢总有30间的性别友善便所，敢若4间是有符合标准的集中型友善便所，其他26间拢是无障碍便所加挂牌仔起哩尔，比例有86%遐尼悬，引起民团的记录。跨性别的同学就有提到说，像这样子的无障碍厕所加挂牌的状况，其实会让他们在使用上也觉得比较有负担或者是不自在，因为他们也担心会影响到障碍者的使用权益。民间团体解说讲，集中型的性别友善便所，就是学校另外起的便所，内面有坐起来尿道顶无共类的马桶，而且每一间都有隔间。不过，有学生指出，虽然学校有集中型的性别友善便所，不过无照顾的品质，使用起来真不安。我们学校有一些厕所是在一些比较老旧的建筑里面，那它的隔板其实是相当的矮的，只要稍微比较高的人，然后手只要垫个脚尖或者手伸过去，他就可以摸到隔壁间。另外，调查嘛发现有真侪高中生捌使用性别友善便所说服同学笑的经验，嘛有大部分的学生唔知影性别友善便所设置的所在。民间团体认为校园的教育宣导无够，希望台北市教育局提出改善的方案，促成性别友善的目标，保障学生的权益。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下晡报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1度，上悬14度；中部地区上低11度，上悬20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2度。外岛地区上低6度，上悬16度。咱个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